2002年10月18日，香港歌壇巨星羅文因肝癌逝世，享年57歲。佢嘅葬禮喺10月28日喺香港殯儀館舉行，場面莊嚴肅穆，眾多親友藝人同歌迷前來送別呢一位樂壇傳奇。靈堂中央懸掛住著名作家金庸親筆題寫嘅匾額「歌在人心」，表達咗對於羅文藝術成就嘅高度讚譽。靈堂內佈滿咗羅文生前最中意嘅紅牡丹，香氣四溢，營造出咗莊重而溫馨嘅氣氛。場內循環播放住羅文嘅經典歌曲，3台電視屏幕展示咗佢生前嘅演出片段，仿佛佢嘅歌聲依然喺耳旁回蕩。當日下午1點，羅文嘅遺體正式入殮，佢身穿好友劉培基設計嘅金色龍袍，領口飾有雕鼠毛，盡顯華貴。下午2點舉行出殯儀式，8位娛樂圈名人，包括香港影壇一哥鄧光榮、香港才子黃霑、娛樂之王楊受成以及歌神張學友等，親自為羅文扶靈，送佢最後一程。張學友嘅出現尤為動人。得知羅文去世嘅消息之後，佢推咗喺台灣嘅所有行程，連夜飛返香港，趕去咗葬禮。佢話：我欠羅文一份情，今次一定要嚟送佢最後一程。呢一份心情令在場所有人動容。沈殿霞、梅艷芳、鄭伊健、容祖兒等一眾明星同樣到場致哀。金庸雖然未能親臨，但特意為羅文題寫咗歌在人心嘅匾額，字裏行間充滿敬意。著名音樂人顧嘉輝寫咗挽聯：獅子山下一曲飛刀成絕響，幾許風雨半生親情長永存。呢一年既係對羅文歌藝嘅致敬，亦係對佢一生善良同埋堅韌嘅褒獎。言至呢一度，靈堂內唔少人都淚濕眼眶。然而呢一場充滿敬意同埋不捨嘅送別之中，卻係掀起咗2場意外風波。羅文嘅葬禮原本應該係一場充滿敬意同埋懷念嘅告別，但係正當眾人為呢一位樂壇巨星嘅離世而悲痛之時，葬禮嘅現場卻係因為2場突如其來嘅風波，掀起咗意想不到嘅軒然大波。第一場風波係張國榮嘅缺席。羅文生前曾經係張國榮嘅良師益友。張國榮初出茅廬時，羅文對佢關愛有加，傾囊相授，2人亦師亦友，關係非比尋常。因此羅文嘅葬禮上面唔見張國榮嘅身影，令唔少人感到費解。坊間甚至一度傳出咗張國榮忘恩負義嘅謠言。幸運嘅係真相好快浮出咗水面，當時嘅張國榮正飽受抑鬱症嘅困擾，精神狀態極差，甚至連日常社交都成問題。親友透露，醫生曾經明確叮囑過，避免任何可能刺激佢病情嘅場合。而張國榮同羅文嘅深厚情誼，全港皆知，亦都唔需要再用出席葬禮嚟證明啲乜嘢。雖然無法到場，張國榮依然喺私下表達咗對羅文嘅哀悼同埋懷念。